奈何要转移的好会转哦！哎呦，哎，我还以为李秋霞老师。很亮丽呢，报仇主头边面送面送，是来过的节目。来过，来过，有来过。以前喺做评测，做评测。三姑娘啊，从啊，心无开哟，无通过的心爽，老热到你腿，老热向下来。经过的前2礼拜吼，安尼比赛，激战以后10强已经决定了。嘿，决定嘞。第2礼拜开始经验的魔王 PK 赛，衰嘞。你也当过魔王？有啊。哎呀，哎，当魔王的心情感觉嘛，该。当魔王的心情，没魔嘛给啊，你应该要问他们那个残吹茶的心情吧。唔强啊，哎呀，就会跟你来到2篇的时间，但太几个，可能他们都会很想要知道魔王是谁吧。啊，可能看到你就啊。但问题可叹一口气啊，你哦，还好，魔王是他的。哦，昆东会强哦。哎，可能那样有的心情，太恐怖了。会吗？如果魔王是那个。感觉比较有压力的话，哦，这种魔王应该碰到很恐怖哈。对呀，哎呦，在化妆间碰到啊，他今天要当魔王哦，哎呦，完了，太这个强其实不要怕，遇强则强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手比自己上。叶大秀先生，70B先生，74B先生，罗格里先生，魔王 PK 赛比赛规则。魔王处2位参赛者进行 PK， 分数最大也係無達到88分嘅人簽時淘汰，評分就由評審開飛，看萬人贏。來，要馬上要進場比賽了。嘿，進場比賽咧。好了，但係介紹魔王，嘿，好唔好？你的 TV 魔，TV 魔王嚟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他的資歷啊，大家聽好了嗎？老年道理可以流行組聽20幾冠軍，聽20幾嘅冠軍，還有。桃園市總比粉衝太歲沙飛組嘅冠軍，還有做太后天使隊歌唱比賽嘅評審欣賞。做到評審欣賞誒。殺了倆這一條最厲害的，還有我都考級嘅，競爭都考級嘅。2012開始參加比賽，佢嘅冠軍嘅獎品還有獎狀超過100個。放在哪裡呀？房子，你嘞？可能要買一間房子來放，買一片木的片。問他一下。哎，要先堂給衝一下啦。來，一鳴驚人啊！欣賞有請。好会转哦！哎呦，哎，我还以为李秋霞老师。跨界了。哎，好，欢迎你的欣賞啦。中場歡迎你嘅 P.P. 欣賞，來，謝謝1號，K.C. 老師好，大家好。冠軍過後啊，係啊，冠軍過後，哎呦，100多座的講座，這個要放哪裡啊？還要埋伏人不用嘞。那個我們頂樓有一個房間專門在放獎杯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家裡那麼大？哦，我還以為你要去租一個倉儲來放。沒有，但是如果再比下去的話，可能就沒有地方放了。哎呦，對，哎，你好像不是客家人嘛，對嗎？哎，對，沒客家人。哎，不是客家人做的比的，第二年節目比到冠軍。不敢當，厲害。而家客家話要講嘛？哎，一些說嘞，不太敢講，因為怕那個語調不一樣。但是哎，聽可以聽得懂一些，聽得懂。對，可是我剛開始比賽那個鬧熱打擂台是完全聽不懂啊，所以我們這個評審老師在講什麼我都聽不懂。你都聽不懂，這樣也好。那我就去看，鴨子聽的，回去看重播，然後它有下面有翻譯，對，字幕對。啊，後來慢慢比到後面發現，哎。
竟然可以听得懂。哎呀，哎呀哦，那对对不错，那不错对对，对哎，对至少很棒听得懂就很厉害了对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对对对对今天你有任务了，是好，你要没错跟他们你要劈掉 PK 一下，好不好两位？看两位，你看哪一个比较不顺，你就把它劈哪一个。是，也不行，要抽不要签的。抽签了，好来来来来，来哎，这个摸彩箱拿进来，好来，看你抽到什么大奖哈好，看是不是一台这个宾士玛莎拉汽车蒂，还是一个100万名车？好嘞，再一位，再一位。好了 BB，再一位用力移，好了，你出到了哈，看另外一边呢，另外一边嘛，黑马赢。好来。眼力。眼力真，哎呦啊啊！哦，哎呦两米都按强摆台咧，摆嘿啊台咧，还一红一绿嘞。嘿来来，够好的呀。两米来都不翻能动。两轮哦。哦，红蓝绿。这个红配绿的狗臭屁，完了，这两位真的很厉害。强棒呢，强棒，一下就抽到了。哇，这两位这互相这样的 PK 啊，PK 嘿在啊那边这我，哎呀，我有看这几集的这个闹热打擂台，我发现现在选手哦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强，心里会很懂强，真的都很强，懂所以都已经是看过他们，你有探过底细就对了。差不多了，有差不多看过了是以后看过了，那就要马上见真章了，好哎呀吧？哦，这比了哈，比下来咯。来，魔王的带了马狗。魔王，魔王我忘记我是模仿。难怪他一直用那个敌对的眼神看着两边。好，用心给你，用用心给你，好啊，眼力整。你整季。你真言攀的本来來什麼？哎，條咁樣好糖，來。監人跟木者。哎呦，干门跟木子那干门慢饮呢，哎，来，哎，躺過來，躺過來，來來來。風送了滿頭拍開，山野茄子滿面流台，慈光照亮真心海，世間菩薩手的呀愛，我的帆布。用貴言樂改，是我本身付出的代。感恩的木子留下來，偷偷出題要一態度。
相依了给负心寒。用心来等，爱用意来牵，心刻骨爱情，一天残一夜，来为你来等。爱已不变，温暖在心田，此心云残烟。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相思春痛滋味。只想为你，一心为你，夜夜盼望你披星作意，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诉尽放松万年的切情给予，切情给予。来一生，一夜难分难离。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相思春痛滋味，只想为你，一心为你。夜夜盼望你披星作意，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诉尽放松万年的切情给予，切情给予，来一生。一夜难分难离。哎呀，你关键过后都无讲样，嘿啊唱用书啊安有感情啊，享受虽然之前好像身体好像没有很好之哈，前身体有一点问题，哎呀，好像哪里有出问题，还有肾脏有问题，肾脏哎呦，有记了，有腰记子哈，应该是平常水喝太少，哦，对，这所以也你要多故意就是喝点水，要多喝一点水。哎呀，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对呀，真的才能继续唱好听的歌。对对对然后跟你只能来讲，今天给沟通班给歌唱班的老师，来欣赏。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。好的是啥来啊？对呀，哎，我要说，我们歌唱班的学生其实都比老师还要优秀，哦真的真的。那这个，哎，他是客家人，哎，唔係客家人。哦，没他感应做的冲按标准按头，我就懂了。对啊，还输，要是输的话就可以拿出来当说嘴口对的借口，不过听说他也是，哎，很厉害啦。他真是被耽误的主持人。他说如果那时候出来就没有白冰冰了冰。冰姐应该不会看这台对啊了。，哎，至少他比较像白冰冰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我比较可爱，跟脸有像啊。你脸啊，冰冰姐应该蛮开心的，好几个人争着要像她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至少他是一个目标嘛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嗯好，我哋唐先生嚟公平一下，好唔好啊？嚟，先请我们的嘉秀老师。好，哦，基本咧公平吼，就都無按簡單嘿，無按簡單三個宗教，係三個宗教，都同教，不過吼，例如根本是身體無清楚呀，看到嘛，啊流感，哦，流感你还在躲比赛？遠一點，周圍的人躲遠一點，尤其魔王躲遠一點哈，对呀，對呀，
身体的状况这个很难说，我们在这个部分要体谅一下，因为天气真的是不是很好嘛哈。那立正呢，给妹冲口哦，前面唱的我觉得很有感情，觉得你金金攀的明白哈，那个前面那个很温柔，后面突然那个后八部跑出来，你知道？那个负心汉。哎呀，你真紧用板用板啊！不过哈，两面一种表现啦。我讲不讲？实在讲，你冲国家吼，模拟听个模式讲，应用板冲用板冲，哎呀，每几红表现啊哈。所以咱们两个表演都很好。那我个人特别欣赏慧华在低音的部分跟情绪的表达都是很棒的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安子谁？好，来看，好，看一下分数喽，好，来，紧张咯。好嘞，先来看用你嘅分数。好。也是嘞吼，唔怕看一下。好，咱我一位。嘿，演你整个分数。91分啊，差多1分。还有魔王哈。魔王我输给好上的。可以啊，听非法嘅分数。风嘅母子手爱流下落。今尾下讲银行搞沟通班呢，青岛学生哎。哇，那现在学生有多少人啊？400个。好棒哦！应该区都给你包了。可以啊，听非法嘅分数。好嘞。91分，这样还是老的辣。对呀，是还是比较厉害。是，当然啦，为什么？有加分的。鼻窦炎有加分。我真的还蛮喜欢鼻窦炎的声音的，因为那共鸣比较好。哦，那边从这边的共鸣出来比较酸，记忆中的酸呀。对，酸，嘿呀。你今天运气不好了。没关系啊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你主持人出道好了，对呀，你回去当主持好了。对呀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看能不能再回来了哈。好了，好，谢谢3位安子姐。好嘞，回撤休息。可以哈。好嘞。沙雷还一边忙忙来，我来扫给哈。农业大陆和流行组年度总亚军。年度的啊。年度的哦。年度没故意哦，年度的哦。哎，年度的哦。还有全国客家流行太岁冠军。沙雷这个机会哦，不是人人有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哦，新北市莺歌区了哈，年单两冲国歌嘉宾领唱国歌的，冲国歌。元旦的时间了。对，在莺歌区的。那也是地方士绅才可以出来唱歌。哦，是这样，不是在总统府前面就对了。没有，离总统府有点距离，应该是莺歌区公所前面。莺歌区。对，哎呦啊，赶快欢迎魔王出场来。没有，我们还要一鸣惊人啊，罗哥。哦，还要一鸣惊人啊！波多万呢，还要一鸣惊人啊！哦，懂演哦，要让那个参赛者有点紧张啊，来一鸣惊人，唱欣赏有唱。做嘛该你讲个给法？一层龙一记思念，一夜无愁唔见你。哎呦，哎，怎么跟诠释你的歌诠释的很有味道？对啊，正经呢，很不错，我很少听到男生唱。哎呀，好，老方洋你出来啊！哎呀，欢迎魔王出场。欢迎欣赏华生老师，华生欣赏，掌声欢迎。各位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华生好，好。花生啊，哎呦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啊，你唱歌越来越纯熟了呢。哎，他都唱国歌了，白头。对呀，唱曲公所前面唱歌。对呀，你没他感应呢，对吗？哎呀，佢没他感应，还搞沟通班呢，青岛学生哎。哇，那现在学生有多少人啊？400个。好棒哦！莺歌区都给你包了呢。哎，那你可以去选市议员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像几百票就可以当选。我有打算。对呀，这边开玩笑，400-500票，这些学生支持你一下，再去握一些手，市场再走一走。哎，这民州的嘞，有可能哎。对，真给我 give 啦，有 give 啦，give，有。有，曾经有人真的有找过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
所以那个罗哥真的是很厉害，慧眼识英雄。可以。如果有兴趣，想要为民服务，做一些事情，为国家做一些事情，可以从基层做起，从议员开始慢慢，然后当立法委员，然后县长、县市首长，然后再往上去，以后就在总统府唱国歌。对呀，因为当总统的时候，再叫我去引领唱国歌。拜托一下。还有今天要当魔王。对，魔王。好来，要先帮我们抽出2位。抽一下，来。恐怖箱，来，也没什么好恐怖啦。谢家琪啊，张家轩，好，来，欢迎两位。钟家轩，两位成都部的总红来哦。哎呀，两位好上的哦。哎呀，我们的佛系歌手。佛系歌手。还有我们的SPA 歌手。哎呀，SPA。推拿歌手。哎呀。一个声音很甜，一个声音很佛系，很文青，很入定。两个跟风格魔腔庸，还有法声的感觉又不一样，完全魔腔庸嘞。3个不同味道，夹个的比哈。比好。还有魔王的臭马狗，臭马狗嘿。离开故乡，安妮呢？流浪。安妮呢？我要唱韩歌。韩歌。好弹，来弹过来。同解後背再見，一群大山愛內面，留下孤單的最愛。不係那條故日街，兩人走上來離開哀傷，有一年愛會着落，流浪啊，心。
风的母子手爱流下来。记记的电联，双双盼的，今夜爱会离开。行离开呀所在，行的母子必定爱的梦想，就在一万飞头给插离开故乡，爱上梦达变不甘梦，面事也悲伤，故事泪两行。离开故乡，日夜也努力做，思念也盼望，拥有一家的天空。差已渐渐离开，越来越远，远到爱看到，看望伊的面，看望伊的面，思念盼望成功在团圆。离开故乡，爱上梦达变不甘梦，面事也悲伤。故事泪两行，离开故乡，日夜也努力做，思念也盼望，拥有一家的天空。华生，一条歌你特别为太太下一条歌，没错。哎呀，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？他太太还是以前那一个嘛，就是跟对，以前那个。你们两个文用咧，较从屏东啊，屏东来嘅。哦，家来基本有咩要来？生几个了？就6三，哎呀，不会讲啊，真材报国，再多生嘛，亲等一下，小朋友好可爱。没啦。哦，就为了他写的一首歌。对，因为他从屏东上来的时候，就是从大学一直到工作的时候，都在这边，都在台北。对。然后对，有一直跟着我这样。一直跟着你。哦，那你算从学生时期就开始认识都要啊，哇，对，那很好啊，希望你们这个百年好合哈。永浴爱河，小孩都生了。永浴爱河，对。好，那是佳琪，你现在好，他有空的时候还会去那个呢。做老人当志工，很有爱心的，对啊。那你好像有碰到一个那个事情啊？有一次，那时候我刚到那边，然后就还在熟悉环境，然后就有个阿嬷，她就坐在轮椅上，她就绑着3条的安全带，然后她就看我第一次来，她就找我去聊天，她说来。那个就问你住哪里啊？哪里来？他说你有没有看我后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？然后我说有，我有看到。他说按下去。我说这个是什么？他说你按看哦。对。然后旁边的护士小姐就赶快跑过来，她就说这个不能按，你按下去，如果它解开，它就跑掉了。哇。对，所以就很稳。老人家也很聪明哎，很跳，敢跳真的。对啊。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偷偷的躲在电梯旁边，然后就等人家开门就赶快冲进去，就是轮椅就赶快溜进去，就想要跑掉就要走掉。对。为什么那个安养院那么不这么不人道吗？不会啦，其实里面蛮快乐的，只是他可能想回家。哦，对啊，想回转移啦，对，因为可能都不某措施啦。对啊，幸福卡安营里面有可能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安养院？对，他可以，听说也是会去做一些那个
公益服务啊，是不是？黑毛，他还有去吹奏那个，带着弟弟一起去吹奏。不是公益服务，不是，就是一个客家的活动，送圣机这样子。送商演算是一点商演，算是，然后就去有点车马补助费这样。有去伴奏这样。对啊，就唢呐呢。厉害，各项乐器都会，你好厉害，唱团什么的，多才多艺，真的，好棒好棒。好，那3个唱完了，好，那唱评审欣赏公平哈，这位老师，我先什么发声哈？按当然了，按当然了，可能不管来电视台也係講電腦杯演出比賽啊、教書，我知道越來越厲害。另外要帶自己創作來吼，呢條首歌曲特別多，我看到我咪感受到上海龍自己好樂快唱腔咯，客家唱腔夾腔係咁講嘅出以後，特別比賽我都講除咗魔王安精彩之外。2位參賽者吼，我就會找到一個主軸。2組嘅主軸人都梅艷，我知道梅艷當重要，唱歌嘅梅艷係無做好嘅話，你2、3基本都有點問題。我先講假期吼，我唔定你今天怎麼了？你整首歌我只有聽人、聽彈，唱人冇感情。我有講到呢，你之前呢痴心還有實力 DNV， 我今天有嚇到你，心情不好嗎？男朋友分手，沒有，還是業績不好。你等於看一下播出，你就點嚟講誒？講到梅艷，我喺龍家先講吼，我當網友其實冇來，我這種進步動作呢，我要說的是，他本來就不是唱歌的歌手，他是樂器的高手。唔講今比現在主歌曲我。基本上用迄個分數，我說不成本嘅，你如果個太難唱誒，你其實去彈詩啊、練唱出來，我說可以哦，唔過因為你冇真正學到唱歌嘅精髓，古時講唱歌當到用後練嘅啥，你後尾詩啊練，人命啲唱嘅時間就冇力咧，跟上堂又冇好堂，你也變成直通通。譬如講詩啊練，真是練，母音。你如果尾音做好的話，你前面那個我都可以不要計較。唔過今日條數歌曲對你來講，我對你嘅標準來講，你套條數歌曲，我就給你很高的基本分了。加油！好，阿哥仔，是唔是啥？我哋看12分數，好嚟。好，先來看車家己嘅分數。90分，就像個用力一樣，90分就很危險。好，沙來看莊家賢嘅分數。平分哦。安尼有變啊？係啊。好，先來看一下魔王嘅分數啦，哈。89分。誒，8成嘅分數。93分，哎呀，都爽落緊了哈。係啊，哇，2位平分咁樣。這個怎麼辦？老師要討論嗎？討論一下呀。請老師討論一下。走過去風風刺中一個面，風風不愛個心，撲通撲通。這銀色有點像哲偉老師，有一些像哦，真的哦，但你的比較亮，你的比較透亮。唔過我看見吼，太嘅呢，誰都太哈。對啊，對，哲偉哥也是看我從小到大的呢。我佢踢擺比賽啊，吉娜踢擺的好搞比賽，我是評審，他那時候就這樣。我說這麼會唱，你明明就沒有讓我過關。好，那我们讲叶嘉秀老师的这个功课了哈。我就看老师要得罪谁？对不对？我已经自己得罪自己了。自己得罪自己啊！我们现在觉得让佳琪先留下来。但是呢，只是嘉轩是暂时淘汰。给的6场真的是很差不多。2個一般不錯，也一般錯，這樣，所以很難講的。好不好？這樣加油。好，謝謝老師，那就先恭喜啊，佳琪了哈。
先恭喜你，就暂时先留下来了，紧张了啊！对对对，那也没没要紧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暂暂时啊，暂时。你听到老师说的了哈，暂时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回去还是要练歌的。谢谢华生老师，啊，谢谢华生老师，谢谢，谢谢啦，希望你再多带一些自创歌曲来，不然呢，相见朋友谈，自己写的歌，好，谢谢三位，感谢三位，三位当场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啊，安尼来下一位下一位嘅模模仿来哦，下一位模仿，农业大陆会刘航珠。年度总冠军，年度冠军又来了，年度的哈，还有去美国一整年咯，但因 KOV 编舞嘅欣赏，编舞老师为什么？哎呦，他会他会跳舞，能歌善舞，对，能歌善舞，对。还有苏斗有抢去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，哎呦，暗号啊！台中的国家歌剧院演出，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很漂亮嘞，东奖嘞，哎呀，东奖嘞，东奖嘞，东奖，一鸣惊人啊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没嘞，没呀，安尼来唱句一鸣惊人一下来。走过风风刺中一个面，风风不爱个心，扑通扑通。哎，颜色有点像泽伟老师，有一些穷哦，哎，但你的比较亮，你的比较透亮。唔讲爱看见吼，今日迄看见太的呢，是谁都太哈。对啊，这位哥也是看我从小到大的呢。来，其踢白比赛啊，吉娜踢白的好搞比赛，我是评审，这位老师是评审，真的真的。他那时候就这样，我说这么会唱，这么会唱，你明明就没有让我过关才说。好了，我唱欣赏哈了。不，这是你的特色啊，对不对？没，欢迎魔王出场，来。哎呀，顾春天，春天你好。能给我给的。哎呀，真的看到这个在我们节目上真的很感动，很感动，真的很棒很棒，而且因为他又表现得这么杰出，哦，要常常代表国家这样出去弄会表演本台价款，表演本台价款，讲会了，会了，你讲会了呗，会了，表演，好。哎，今天就要麻烦你当魔王了，当魔王了，好，要帮我们抽出最后2位的顺序。要分先后。分先后来，来精彩啊，我们来明啊，总永贤来，欢迎两位来到舞台当中。天王你好。哎呦，你不要看他年纪这么大，董会冲了，对吗？谁看他年纪那么大啊？有一些观众朋友，董会冲老人家怎么跟年轻人拼？你们错了，董会冲，董会冲嘞，没天王的实力。对，好，今天就要跟魔王拼了，好不好？遇强则强，他很强。来，这个来明，你要冲马狗，冲马狗哎。我唔記得，你唔記得點解講咩？青牛衝馬過啦。風塵路。風塵路。OK，安妮咧。做你的鬼牌。做你的鬼牌。你咧。蛋太太。蛋太太。好了。蛋太太對唔？係哦。來。触摸住，看不清楚，将来为你诉痛苦。想到迷梦变成一场空。来怪爱行给两条路，你和你不知孤独样办，爱强用含下一个人，孤身变太你，心爱的。心
我想自由，我想自由地上天。星你，你愛當太太，來去看看呀世界。星你，你愛當太太，因為呀經有經有神。星你，你愛當太太，你嘅暗部最後嘅神。点点梦电挥发天空该蓝，为什可见世界可惜？尤其是为什发高，相互梦电为情，迄几排每日嘅电台，几多距离，经过你爱嘅爱，最后命途，会离开是硬派呀，如到风光没法拍，想冲出几排，不得不够老嘅高峰而心散，希望你最厉害，来什么你最爱，淡淡那种你该拍，如头风光没法拍，你嘅爱该放心拍，本爱总已给几排，希望你最厉害，来什么你最爱，淡淡那种你该拍，如头风光没法拍，你嘅爱该放心拍，本爱总已给几排。点点上的你，黑你日嘅你，不愛情係渡河。空氣是會消放眼，心中不會停止，係幾排每日嘅電台，幾多距離，經過你愛嘅愛，最後秒頭，離開是硬派，不到風光沒法拍，想衝出幾排。不得不夠讓你高峰而心散，希望你最厲害，來什麼你最愛，淡淡那種你該拍，如頭風光沒法拍，你嘅愛該放心拍，本愛總已給幾排，希望你最厲害，來什麼你最愛，淡淡那種你該拍，如頭風光沒法拍，你嘅愛該放心拍，本愛總已給幾排，希望你最厲害，來什麼你最愛，淡淡那種你該拍，如頭風光沒法拍，你嘅愛該放心拍，本愛總已給幾排。哎呦，盛杰你好，你好你好，这条歌你这个是给这个自创哎，自创的自创，哎呦，哎，参赛者朋友真的，对啊，你看出去一个比一个还厉害，一个哎呀都会自创歌曲呢，好棒哦，没啦，刚好就是小时候也是一个练习。也在练习，然后做这条歌是因为我进了舞蹈系之后，开始创作，开始编舞，在熊拱
来创作一下那客这首歌家歌曲。要怎么跳？要怎么跳？哎呀，这首歌哦，就是比较稍微用现代舞的方式。现代舞的方式。对对对，哎呀，唱哎呀，唱这样有吗？表情不对啊。我有去学过舞。哦，这你那舞蹈老师，你就说，他就是，你就每一关节拍每一个对，每一个动作这样，嘿哈，对嘿，就算一个跳舞的嘿。差不多，真的。一首舞也是差不多这样发展的。哦，真的啊。哎，跟没某简单的，要定住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真的好棒哦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跳舞？我不会跳舞。你不会跳舞，但是你会拉胡琴啊，对不对？给不矮眼的哦，这次选举赚很多呢。嘿呀，跑选举场呢嘛，选举场都请他去表演呢。很强哦，哎妹。二胡美女。对呀。好，你都帮谁？这不好说吧？穿钱献一个时间赚钱是没有分党派的啦。对啊，前党。没错，对啊，就像我们艺人都是前党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颜色之分哈。真的。对。啊，你那来明哎，来明呢？你是有帮忙拉吗？我不会，不会哦，因为南腔天王还要出去挨演的嘛。挨演的不是啦哦。对，后冲狗就会。对，按你3比冲的唐先生的公平哦，好嘛？唱4比欣赏。好，今日看到圣姐啊，真係同歡喜吼。真嘅呢，今日唱歌就唱專門一架共用，專門一架哈，沒酸啦，係回娘家哈，算了，沒酸，啊就很輕鬆，當輕鬆安尼唱，啊去架唱咧，我覺得。很特別的地方是，你去給它真假音轉換，已經越來越成熟。我知道懂，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好，啊，所以講，今日做魔王嘛，所以呢，你也就是算當家了。啊 ，OK， 啊，然後呢就針對兩位參賽者來講一些我們今天的表現如何哈。其實進財大哥，我先講進財大哥好了哈。好，呀辣詞這個比較麻煩，所以呀出現到安尼問題的發可呢，就係現在今天是比較蠻大的一個創傷啦。好，還有另外一個本建議係做講，因為可能唱歌的習慣的唱法，因為按你歌型來講，我們會習慣的把長音的部分拉得很長，然後尾音想要收不起來，所以有時是可能每音要數個時間。就像這位老師講嘅共樣哈，頭前咧參賽者沒有共樣嘅問題，其實沒有共樣嘅問題，可能也個部分就較本建議啦哈。啊，另外咧就是龍軒，龍軒其實亞述各位，我一直說你的痛是我很喜歡的，哈。啊，不過呢，我覺得你今天實在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，其實亞述各位。董事他唔唱，其實一開始唱嘅時間，我知道，一開歌嘅時間，我知道，要出歌你差不多1號哦。按過你這個口白的地方突然跳出來，你自己跳不穩，所以你這個後背就開始亂。接下來的比賽，盡量讓自己穩定，穩定來，安尼你唱起來，你才會有更加好嘅表現，安尼好冇？安師生，宋先生，來唱一個李先生。好，頭先嚟講精彩歌哈，精彩歌，我非常欣賞今日表現的一點，就是講，你對於你自己聲音嘅收放自如嗰種長度哈，對自己聲音嘅狀況掌握非常好。但是我今日本建議就講，對於一種比較較傳統嘅流行歌曲當拿數，但是比賽因為進到後半以後，其實比嘅東西重要，比如講你的想法。對歌的詮釋的感情，除了演唱的唱法之外，你有沒有你自己的想法去詮釋首歌？同時合唱傳統嘅部分，那會新的東西的時間，你能不能去發揮？這是你將來要思考的方向。在目前你是沒有問題的。然後龍軒哈，龍軒我剛剛問他們感冒，講係哈很多的哈，很多是在一種事情當然避免的哈，但是我當家顧慮產生的講一件事情就講。當你在感冒，然後你又必須表演，甚至比賽的時候怎麼辦？你的聲音就是這樣了嘛，對不對？一個那麼完全平常練習的時間沒空用嘞，那你要怎麼辦？想辦法用其他的方式來補強你的分數，比如講你的肢體動作，有個手用動後，哈啊，你的肢體再做一點點，有個表情再做一點點，這些都可以幫你加分，懂嗎？好，這是我給你的建議。那也希望你感冒趕快好起來哈。
好谢老师。再简单讲这个古圣节哈，古圣节是我又爱又恨的一个，很慎重讲一下。客家，我刚才听你的歌，知道就是讲那他改个周杰伦了哈。嘿啊，这个年轻人让我非常欣赏一点，就是讲他能歌能唱，现在甚至能写。好，你要不要多结合你的这些优势哈，然后替人家的客家嘅演艺圈多做一些作品出来，不管你个舞也好。你的歌曲、音乐也好，甚至你将来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强项，尽量多加入一点客家的元素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三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来看上面本书来。先嚟看赖金锤嘅本书。好。谢谢。就是一本呢，养的几率好像像较高样的哈。一般哦。一般了。还要看妹妹的分数。好来，好。看一下总永贤嘅分数。对啊。哎呀，感冒了。好嘞。来另外一位。来看你模仿古生客嘅分数。哇哦！这位老师给到25分呢，25分呢，满分呢，真的，非常的啊，是，97分。哎，安尼就来泰国养嘛，来面，哎呀，你就稍微先输一下，没关系，暂时淘汰，枪死一下，枪死，因为跟干部没办法，黑啦。啊，那也要谢谢盛杰了，谢谢。就有如刚刚罗老师讲的，尽量发挥你的长才，让安尼客家给演艺圈、够较丰富对吧？发光发热，好不好？走的，好，谢谢三位，谢谢安志先，谢谢郑玉碧当潮，谢谢。好，然后接受模仿。好，代表你客家去泰国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这些地方来做文化交流哦。哎呦，这个改变行得多啊！嘿啊，真厉害。很厉害哦。老爷人爱手做模仿呐。传统组的魔王 PK 赛，最厉害的魔王边冠赛，同嘛？来，你要做过魔王了嘛？哈，有是做过。但是传统组的魔做过嘛？冇啦，冇啊厉害啊！哦，传统组的魔王要动枪，动演哦，厉害了，查清楚诶。来，比赛之前接受评审欣赏呗。苍永平欣赏，李秋霞欣赏，恰皮哥欣赏，乐莹欣赏。主要是那个跳那梦哈。哇，气质出众，你看。我一张面离火。对呀，他好爽啊！那有个面青奖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。师生眼前。俩面青奖啊，师生眼前，这不好说吧？没有，太熟了。哎呀，来呀，欣赏介绍题，哦，按先来本他个轻松一下，谈个小朋友的唱歌。哦，挑战赛哈，本身也有点奖学金。奖学金拿一下，哎呀，来好，哎呀，今日来挑战嘅小朋友係温柔婷帶來羅山歌。好，嚟彈開啦。
卫生纸小姐。妈给他对。哎呀，姓魏啊。对啊。香妹哈。对。V。V 啊 V 妹魏。妹嘿，还是卫生囧先生的妹，冇通用嘿。哎呦，这个姓董少呢？董少。对啊。唔会讲好吗？不会。听得懂吗？不会。听得懂一点点。听得懂一点。听得懂一点点。不会啊，但又会唱。又会唱。哦，那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怎么不会讲？老板以后你跟谁学啊？这么厉害？我跟阿婆学的。你阿婆是何等人物啊？那个杨宝玉外婆。理事长。波妞理事长啦！哎呦，今日要来到现场哎，有枪呢。有枪哦，有枪阿婆嘛，係嘛？哦，安尼安尼控一只工厂吼，系啊，安尼神散出来，又再神散出来，对，基因不能骗人。哎呦，讲到杨波妞理事长，真的对俺的节目非常的贡献，支持动态。应该要颁个奖牌给他，会有客家电视台真的要颁个奖牌给你。青岛安尼传统组嘅来参加比赛嘅线速都係安尼波妞理事长推荐的。真的哈，尤其迄个新竹天气、宝山天气，迄个视窗边时节，跟人山人海。嘅群新竹嘅人都很累。係咩？哦，個波妞子啊，請教一下，吼。呀，個孫誒，啊，今日我有興趣了安尼，好。伊迄無興趣哦，我逼伊的哦。逼伊的哦。天2年講學1點鐘，本期100塊哦。哦，100塊哦。哎，有看到資料窮50塊嘞，自己漲價。是50塊啦。阿婆呢？這天師檔後來的影片演的，來看個資料明明講50塊誒。所以迄本是獎金啊，鼓勵佢哋學啦，係啦。50塊咩青島咧？你啊，像你講嘅，伊小學哈，伊6年生啊，我才教他的哈。小學忘年會唱山歌四季，啊你哈都國中要唱樣哦，四季會唱當出名。哦，真嘅哦。啊，唔過伊我參加青島嘅歌唱嘅比賽。今年剛開始會唱嘅啦。啊，今年啊，今年高級學嘅啦。去年開始學。係。啊，今年就會唱。帶去表演還有比賽啊。哦。因為拿過第3名啦。那你一開始我請問他啊，一開始你會真的想學這個嗎？還是為了那個50塊？為了50塊。小孩真的不會說謊。哦，那每個禮拜都去訓練去唱，啊，每個禮拜就拿50塊這樣。對啊。哇，每個禮拜50塊，那1個月就有200塊。對呀，好多錢。好多零用錢呐啊！那現在阿婆還有給你嗎？沒有了。沒有了，為什麼沒有給了？因為我都去表演比賽就有錢了。哦。你可以去外面騙獎金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對，哦，有名次，所以就有獎金有獎金，哦，阿婆就把這50塊省下來了。哎，對。那有沒有覺得被阿婆騙了？有一點。可是你看這樣子練習下來，你就可以出去比賽啦，很棒，自己賺獎學金，對不對？對。對。那你現在學，你一開始從不喜歡到現在，你覺得嘞？客家山歌這種傳統歌曲。我覺得很不錯，很不錯，也慢慢的已經喜歡上唱山歌了。對，哦，那很棒。對啊，你剛唱的真的很好。對啊，所以你是不是要感謝阿婆？謝謝阿婆，謝謝阿婆，謝謝阿婆50塊值得。對，好。阿佢唱到樣板，沒有談欣賞那個社會公平啦。係啊，唱哪一邊的欣賞，都公平一下呀。哦，我們小朋友就有小朋友來，就是小姐姐好了，依英老師。今日從藝路上講嗬，其實頭先就講到，成日從上講上動獎就係提起咗加分嘅位數嗬，所以你就當定義下非常嘅定義下嘅上啊。唔過聲音咧就係聲音咧，所以係從上個嘅韻味係可以加強一些些咧嗬，所以你係韻味係透過誒你當到時間嘅練習，學香港音聲嘅累積起來嘅，所以啱啱唱出當好咧，非常嘅希望你來學誒你嘅客家山歌，希望阿婆出錢咯嗬。好，唱得非常好，希望你繼續唱山歌，謝謝你。謝謝老師說你很像。啊，你這個可以就拿個獎金喎，來。來看一下邊個嘅分數。
96哎。对呀，如果来参赛的朋友都能拿到这个分数，你看大家都好羡慕你哦，投以羡慕的眼神。哇，你本事拿到奖金拿到奖金嘞！恭喜恭喜！来，我们的奖学金。3000块呢，3000块哎。哦，那这样就不用跟阿婆伸手拿钱了哈。对，他这长得很好哎，好顺啊，他的脸。很顺。对。谁长得不顺？哎，干嘛这样看我？没有，很可爱啦，对一下的幼儿园的长相。加油！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按姿势啊，免费做休息哈。好，也要接受某人。好，哎呀，来头不小，两头亲厉害头很大，对不对了？嘿，没有我大，这不好说。农业大旅会传统组年度总冠军。哎呦，专业有关的。还有苏东油呛戏国家戏剧院表演。哎呦，国家戏剧院哦。哎，啥嘞？很厉害哦。代表你客家戏、泰国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这些地方来做文化交流哦。哎呦，这个国家比行啊多啊。嘿啊，真厉害。很厉害哦。哎呀，我谈一下，一鸣惊人一下。来，出声一下来，像魔王出声一下。好了。只那恩黑出了次啊，恭喜出相逢呐。哎呦，佢家有创作人名係嘛？係哦，楚相逢。哎呦，原来哎呦，我應該係體外看到嘅欣賞哦。哎，但是個唐人上演動作。動作係啊。來，繼續分享。好，分享你嘅吳慶元先生。好，魔王出場。對。吳先生好。你好，吉娜好。帥哥好，同志朋友大家好。哎呦，田園之子呀！哎呀，我最希望係我支持。哎呀，咩起神支持？喂，你最尾那邊轉啊？因為眼叫我看到呢。呢下全部做客家歌舞劇。哦，歌舞劇。歌舞劇。真是很呐。哎呀，又衝又跳呀。有，他歌舞劇，他有舞蹈。哦，還有講法，都有出嚟哦。今日呢，今日真係當分享來到安尼節目嘅，按叫我看到呢，我哋做魔王啦，嗬。係啊，嚟，那個摸彩箱拿出來，麻煩處理下兩味，好，困來兩味。好嘞，林義堅，還有陳春基。好，分享兩位來到舞台當中。係喲，兩位咩動厲害啦，嗬？嘿，兩位請教一下，是彈過田園之子唱過嘅嗎？動作就認識嘞。動作就認識嘞啊！對呀。有聽下比賽啊？認識看人的節目。沒有，迄老有聽下比賽流行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所以認識。比賽有讀到。其實你東強對嗎？東強哦，係啊，所以唔會驚佢嘛。東強啊，唔是驚佢，係福氣啊。已經睇過。因為對動作啦哈。壽司啊，壽司啊。你聽講有啲都會比賽有讀過唔錯呀？有啊。有啊，安尼他家做好朋友啦。係啊，他家都有壽司咧。哦，安尼啊，好高。來，誒，安尼田園之子你唱乜歌？肉散歌，係點睇過？散果子，片板，全部冇重要。三條荷塘嘅，來，表演。他
是故啊，去年上几日，差了我差。人生那妙那妙，才是天难。身体有天难扛啊，嘴里有咸啊。有时候山那高啊，大家莫冲难，快乐的人啊，生啊，一生无言啊。转动。闹热人爱手做无望非常比赛啊，爱个胆坚强感恩心上啊，手多鼓励上上泪。天然啊，爱袂记心房还有很厉
饮食出国土啊哈，对对对，哎，糖的吃100糖豆3胎挑哎，对对对，哦，真的肉山锅，山锅子凉拌，很好，哎，快来接住嘞，100三种挑的糖豆，哎呀哈，我加糖的前几集一糖点啊，原来做饮食出的国土，真给人家转音呐，转音哈，啊，那个某这。就是有那个李秋霞老师的，对，那个 feel， 对对对，难怪做得大那个演出的冠军，对呀，亮美当然没不差，啊，当然哦，系啊，亮美比到牙哈嘞，係咪？比到牙已經今年魔王比賽嘛，吼，一下你傳統主要係遇到啥？濕啥？咁啥要慢慢嚟，確，係啊，看今年咪我變確題，千號唔變確題，估計兩米留下來，咁衝到暗號，因為可能，係啊，故意不能放水，對啊，來，按照唐先生嚟講起嚟，嚟，請你嘅高中先生，係。對先創嘅先講，係嘛？對林先生嚟，今日林先生創了三個字哈，一個歸下來講，林先生也創了一穩天啊哈，創嘅一個三個字哈，也有拉年啊哈，至咬絲嗰方面也都清好些，但是。天機來是茶，一個茶嗬，基本上嚟講是有冇較足嘅，就唔鉗嚟唔拉長啦，較慢咗鉗較長嘅，我要較好。來是我茶，但是歸屬嚟講，基本上係呢一鉗添，唔過我建議係咪？從茶料茶，你用牙來鉗啊吼，鉗來會較用拿會較好，吼，係安尼飲來鉗長嘅時間，茶較冇鉗嘅，茶拿會較好鉗，吼，建議可能唔係一天講嘅啦，吼，自家做一次看啦，係安尼較好，就做安尼來，吼，也冇乜問題加入青春期啦，吼，加個。上飲吼，有咩一號糖，但是佢嘅一個弱點就講，有時啊，同樣嘅米鉗長飲嘅時間，我唔拉，吼，佢咁樣佢用創一條平板，歸下來講，熬絲做韻都含做落以後，糖都係一號糖，唔過唔像嘅，天機人生冇菜絲鹼嘅鹼，就會。本來糖多唔做係呢，絲唔拉，故所鉗呢唔拉長，也我經常我嚟睇下講軟腳我做到來，嘅軟腳嘅軟味就鉗唔拉長，吼，身體健康嗰隻事，吼，嗰隻鹽也無馬錢吼，快樂人生嘅成嘅絲要咩唔足啦，就唔拉，解釋就會較好啦。那歸下來講冇乜太問題啦，嗬。魔王呀50字，創嘅老山歌冇乜話好講啦，嗬。盡頭盡角各方面都要經過處理啦，嗬。唔過你唔係試驗係冇？你講嘅唔係試驗嗬。講開崩，係先中嘅。佢說頭隻是轉多轉，嗰隻轉是一下一就唔係試驗呢個人嚟啦，嚇。其他冇乜太問題啦，唔錯嘅相當好。相當好，請邱華先生。好，麻煩啦。係。下先嚟講嚇，余金先生嚇，出自於你歌唱世家哦，從家爸開始，用體姊妹同佢當為唱嚇。就家高中講嘅就比較適佢就演這方面啦，冇幾潤腳，真嘅唱得非常好，我哋話傳統味道嗬，實在冇法度好鹹嗬，所以咧林記先生家高中講嘅係，就是講輕係親人嚟講嘅嚟因為嘅是講，後尾家裝飾業嘅是佢家唔就家，做潤腳比較好聽，嗬，後來春季小子嗬，你演這講老實話。非常浪掉當量，原土也拉，嚇！你今日創了平板，我哋講糖起來當爽快，嚇！
啊，不过你的表情方面可能就无于金先生自然，你就比较很硬啊。你一点啊，希望他会有机会，你上台你唱歌自然嘛，表情自然就我他。啊，但是我爱让你讲就你听一句，身体健康最危险，唔係最危險，最危險哦！你唱了最危，唔係最啦，最好的最。最危险啊！哈，我讲你几首歌啊，要显示你杂事，啊，记得行嘅表情。啊，至于खे云哦，佢讲我启蒙老师啊，吼，佢要准备歌词呢，前辈哈，佢開始從嚟學嘅時間，還是感覺到做學生非常好，能夠按照培養吼，因為佢真勁，請認真開放，啊，不論舞台方面佢當資源，所以佢哋喺舞台當能夠發光發亮，也佢本身有條件，再加上後天嘅努力，啊，呢一點吼，不佢欠天，啊，佢哋三位都當強，嗬，請假加油！好，先生，哦，按你都來看分數了，哦，好來，3位嘅分數，嘿，3位分數 ，TV 先來看林怡健嘅分數，來。94分嘞！哇，你看看陳春基，陳基子嘅，哇！來看一下哈，來看陳春基嘅分數。好嚟。你中過呢？係啊，差1分。94、93。係啊。93嗰邊國體啊，你哦，你擋唔咁嘢啊？嚇。什麼？這個嚴重，嚴重嚟啊！真係嚴重嚟。欣賞咗製作單位欣賞嚟考慮啊，因為會嚴重嚟嘅。嚴重係真真啊！舊模啊，你模仿92分咧。係啊，看一下就對了。冇可能。看一下吳健儀嘅分數。好嚟。公愛猜對猜對呀！很兩邊呢，課上主題邊面送面送。面數啊！是雷哥你節目？雷哥，雷哥，雷哥，以前係做評審，做評審，係。看一下吳健儀嘅分數。好嚟。96分。哇！一拖呢分數，我睇得都很厲害。係啊，93分。係咩？我93分已經國體啦。係啊。呀，有乜嘅天理啊？係啊。冇天理啦！係咩？點解你啦？你節目有乜用？所以你節目個水準、個水平以後嘅，你嘛？係咩？93分啊！係啊，哇！哎呦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係啊係啊。陳基基。陳基基人哋都排泄哦。不會啦，沒關係啊，是啊，簽詞啊，簽詞啦，係啊，高模先生，學了這麼多也很高興。討論下你本雜個轉嚟樣辦呢？哎呀，好嘛，安子先，多謝3位，謝謝。各位趕快坐，謝謝魔王，謝謝。哎呦，殺好了，還有另外一個魔王沒？還有另外一個魔王，還有2位還蠻比啊。還有2位，好來介紹一下那魔王好嘛？2位哦，迄2位哦，一組的哦，有誰冇？沒有誰來？魔王，嘿，對唱組，魔王組哦，佢按樣樣比啦。佢24門嘅24人，我咩唔知咧？係啊，係啊，來稍記一下，等下糖就知咧哦。太棒！先來稍記一下咧，4門嘅哦，客家傳統音樂節，青中組嘅冠軍。哦，青中組嘅冠軍，哦。啊，誰來沒請你會？是去過美國、加拿大，還有演出人哋客家嘅戲劇，還有唱歌。哎呦，出國表演啊！嘿，最厲害來咯！哎呦，田傳義對唱組嘅冠軍。田傳義，嘿，就係你3個嘅代表性嘅比賽。哦，個田傳義當年有真係咩比賽嘅，非常嘅多，都拿到冠軍。冠軍呢？哇，你厲害！對唱組嘅冠軍。哇，你製作單位都有搶到幾多咩？係啊，你冇提名做唔得來。對，真的。好，按照本來那個魔王嚟出場啊，好吧？一鳴驚人一下。好嘞，嘿，麻煩。阿哥要依
妹妹有啊烟咯，奶哟妹呀有烟咯。哎呦，朋友都有 make it 啊，吼，都有 make it 嘞，有种情色后面的感觉。情色，情色，不是禽兽后面，不是。哎呦，那赶快来欢迎一下，来欢迎那个梁顺友还有叶天发先生，来欢迎，掌声欢迎。有情色和鸣啊！管hen的朋友啊，朋友係做咗天數嘅好朋友。冇關係啊，表演啊，表演啊，對啦，感情天草嘅好。我頭擺同佢對唱嘅什麼安度，因為羅時豐10個女人，5個女唱醬油嘅模，大概咩要天數啊？喺舞台上嘅嘢表現就差唔多。但係看兩邊呢，副手主頭邊面熟。是來過你節目對？來過，來過。有來過。以前係做評審。做評審。係。以前係個聲音嚟嘅。哦。小朋友的。聲朋友講古嘅時間。係錯。哦。10公年咧。哇！佢年代當久啦。誒錯。佢安尼明朝時代。哦，佢好久嘅呢。哇！佢有錢有神呢。對啊，係啊，所以跟對安尼叫做安尼客家傳統嘅記憶啊，大嘴鼓，誒錯，大嘴鼓方面先有研究咗。有冇啦？就有興趣啦，有興趣，哦，佢也係有啲舊嘅安尼喎。有啊，有做客家歌舞劇，歌舞劇，誒錯，哎呦，家嘅全小姐最愛本人。你做迄種啊朋友。係咯，我兩公婆，擘緊前咗坐嚟啊！應該講兩公婆都係厲害啊！所以唔同佢要強下啲國家劇院要表演啲劇，要出劇就出嚟。學下佢啲劇中動作動嘢嘅太太做咗。太部分，哦，太部分，有上次尾就出嚟。叫佢做到喺會變真嘅冇？唔會啦，幾阿姐呢？阿姐，誒嗬，阿你想問下，有邊咩感覺效果雙面？是來過你節目嗎？唔是來過愛嘅節目。哦，你今日做麻煩就做魔王啦。嘿，麻煩兩位咧。好，你今日麻煩一嚟出，係出兩位。還有兩位，出一下先後順序哈。對，好嚟出一下。好嘞，TVB 吳皮雲啊，吳皮雲，另外一位彭清修，清修姐姐。好來，好，兩位朋友來到舞台當中。好來，兩位好，係啊，哦，安尼兩位今日要屯兩位嚟咧編哦。係啊，嘅安陽編哦。安陽嘅編哦。係啊。兩位可能帶來迄小跳嘅歌曲，合唱小跳嘅歌曲。啊，唔兩位今日帶來咁嘅中央小跳嘅歌曲，應該沒有，哎呦，安尼底下有款樣嘅片，係嘛？哦，就會本身傷腦筋。係咪？那唔兩位帶來乜歌？柴米歌。柴米歌，哦，同樣嘅歌都出嚟。安妮咧？皮雲。平板。羅山歌。係一團要乜嘅歌嘅，乜嘅跳嘅都彈喺度，嚟彈過啦嚇。山高粱好耐。
对面的阿公
我冇腳來落田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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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的呦呦，的呦呦，你話我猜對麼？對對對，歡迎猜對了。雞吹甲本愛喲，本愛猜對，猜對了。哎呦，很讚哦，精彩精彩。頭先係講之前那個歌演特別節目係嘛？有。那個車記嗰時候，羅燕燕先生要兩個要唱一條歌咧啊！這彈得非常嘅熟絡啊！等我彈，係啊，加兩位真係一模行哦，還要走位啊！係啊，又要唱又要走啊，呢又要比啊呢，又要比，還有那個含情脈脈，係咪？可看性，增加可看性。對啊，本來舞台上一個舞台呢，企到點，哦，要互動啊，係咪？像書條樣誒，像書條樣嘅嗬。誒，我家有同羅燕燕先生講嗬，你講嘅聽法先生，係啊，唔係。安尼米白嘅總統那個呢，政見發表會。哦，以前辯論啦，總統辯論嘅時間就課語口譯啦。哦，客家嘅口譯。辯論嘅時間課語口譯。口譯。總統大選辯論。為什麼要？不是那個，就是那個。比手語那種老師。因為佢復客家鄉親啦。哦，復客台會轉播啊。哦，客家電視台周圍播的時候就有客語的口譯。對。哦，比如講這個是各位台灣的同胞，你們好啊！你哋大家好。今天啊，我很榮幸啊，能夠啊當上這個是台灣的總統啊，心裡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啊。很爽的，爽爽，我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就馬上就直接即時翻譯，不是說這種像那個什麼國際記者會講完一段，然後你才翻譯，那個叫做逐步翻譯，抽鋪，還有即時冇用。哦，覺得一句按用翻譯就抽了，好棒哦，正音很讚哦。來，哎，兩位啊。哦，也唱得很好。你今天好像有點感冒呀，重感冒了。今天重感冒了，哎呦，可怎麼辦呢？這麼剛好，我已經很努力了。有啦，糖也出來啦。你一聽唱歌，我就聽出來你就聲音怪怪的。你講這些哦，你講話咩嗰樣有關離歌咧？有關離歌啊？哦。係啊，冇人數做得好記啊，夾數也都冇辦法填同。做得唔同啦。做得填同。係啦。哦，哎，當然有個特色啦，當好。是一種舞台風格。咪真係好。啊，你好啦，10V 衝突嚟嚇，4V 衝突嚟。4V 啦。係，按照湯先生嚟講評。好啦，批決先生。首先之前嚟講一個5批元嚇，5批元後生就會本錢，今日上。相當亮，音質又好，嚇！佢不管佢唱嘅山歌各部分，啊，你講轉頭轉角，該要做嘅，你就有做到咧。咬字方面咧，也有注意到嚇。但是還有一則是文化文，一則是咬字嘅時間要注意下文。啊，至於人家嘅彭小姐呢，今尾可能年紀就真是人講嘅重感冒。快啲，人老山歌其實人嗓子挺好咧，人音也挺好，唱嘅有呢也唱真正。哎呦，我一聽到面向嘅錄完嘅時間，快啲，其實終於冇得咧，嚇，可能係因為你感冒落去，佢一專業嘅地方，轉角嘅冇轉到落去，也唔單止鍛鍊嚇。連喺3-4段就會有呈現，可能佢比在比賽方面分數就會多少吃虧。模擬嚟講，唱嚟做嚟講唱嚟相當好，但是美韻喺冇做到就很難講。好，啊再嚟又嚟講，哎呀葉定華、劉嘅梁淑玉兩位嚇，定華其實你
你做来讲创作之家，但是基本上哈，有一些强迫哦，注意哦，嘿，因为要做通照，所以做下去，嘿，做通照落去，变得长的时间就有一些，也唔係講，也喺無帶耳機談唔實。哈，一般人都不會談唔實，但是佢兩三佢們默契也當好，哈，不管佢在表情方面、動作方面、技術嗰位也同兩個就表現都相當好，肯定要做到一樣模仿嘅示範呢，一樣嘅情況，再繼續加油，兩位哈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陳先生，陳英先生。好，這邊兩位參加咧比賽吼，各有好嘅，也有我本嘅一點點建議吼。首先係呢個吳小妹妹，你唱嘅歌吼，原來不管係哪種曲調，強讓聲音咧就有聲音嘅優勢吼，就係先天嘅條件當好，吼就係上當量當降。不過我直接講吼，呢個客家話嘅發音，相是要注意，就係呢個鼻音太多。好，所以呢個咧動作猥瑣，比如講你唱歌講，你上為下攝重調啊，吼，用高音彈起來為下降。好，咁講呢個我嘅建議就係呢個你鼻腔共鳴，可能要佢修飾一下。最明顯嘅就係你洗澡時向前平柔。好，因為佢本身嘅發音就係咁樣先，好，所以你哋嘅唱嘅時間唔係唔好，就講修正一下，咁樣先唱起來思維很下清楚，好，因為它的音頻本來就高，那加上你客家話嘅啲鼻音下重，好，所以有啲時你做啲就講去想看啊，你想咁樣唱起來嘅潤美表達會很下清楚，好，你係我嘅建議，不過。呢個技術歌曲彈起來本人感覺當舒爽，吼，了就係呢個優點，吼，我希望你做得去上看啊，吼，我相信人當會本呢個唱嘅各種曲調來講，會很下自由，很下做得去掌握唱出來嘅歌詞嘅表現，好，希望你。接下來係彭太子，雖然講頭先陳啟貴先生有講到咧，吼，講呢個客家腔嘅猥瑣，咁講我係很係會講呢個優點，就係講，譬如講呢個第一句吼，魯彎彎，雖然你收音每要下短一啲啲，咁講呢，呢個潤面我彈起來係當好嘅。好，從你係就係啲可能在從山歌嘅歌唱，又係演水嘅，你係經驗嘅累積，好，所以潤面彈起來食材漸漸要下降，就個下打上去下短一啲，好，香港提示見吼同發比寫，咁呢個情況啲上吼下牙，我就建議你唔是加張溜，你用牙去來唱音，我想啱唱起來對你來講會下輕鬆。好，唔是加隻料，好，我嘅建議啦，好，希望你，接下來就係準備嘅咧，模仿吼，最近其實就係可以唱表演，非常嘅好，好，咁個唱啲嘅歌曲，就像陳先生講嘅，因為佢係兩個人強下來搭配嘅，所以呢條嘅默契當好，好，咁個就係對客家嘅歌曲來講，吼，其實加上呢條有動作啊，吼，所以才啲係你講吼。除咗兩個嘅默契之外，表現度美，又本呢條加分，好，所以因為可以唱當好嘅表演，希望你哋。好，啊，你就看一下人嘅分數嚇，嚟，就看一下，比完嘅分數。好嚟。哇，40妹啊！已经是魔王的分数。对呀，魔王的分数啦，跟他魔王一樣啊，没有，壓力太大了，快給我16分。對呀，這叫魔王壓力喎。係啊，三嚟看嘅彭子智嘅分數，會唔會69分呢？不會啊，應該唔會啦。彭清少嘅分數。哎呦！哎呀，最近有點沙啞，感冒，還有拿到救生衣本以後，哎呀，幾好咧，可以啊，魔王嘅分數。可以啊，魔王嘅分數。梁淑瑤還有一天法嘅分數。恭喜3位魔王獲勝啊！3分，哎呦，厲害厲害，96分，96分誒，係咪？恭喜哦！哇，分數也是我們的歌。
体育恭喜，哎呀，体育恭喜，安尼，对啊，安尼你就要回家了哈。因为有3个魔王，我敌不过了。敌不过了，我又住花莲住那么远。来呀，真欢喜，感谢啦，系啊，感谢大家本来就会花莲按燕来嘅温暖的感觉。哎呀，很好啊！要是梦伊啦，先生讲来呀，要讲客，总唔得讲贵语，我尽量咧。係啊，好，係會建基在心嘛，好，建基在心。什麼大家？係一講起安尼批完，恭喜按高分，繼續加油。哎呀，多謝安尼無，有面無，多謝。好，尤其 VFA 多來呢節目創歌俾大家聽。好，安志先，多謝曬，安志先，多謝，謝謝，回頭再提，安志先，謝謝。嘿，安尼今日比赛到这里结束了。嘿，好唱歌的朋友，加打天花来哦，096667人，6人，还有传真天花人，227778月3日。好，等大家来报名。打电话来哦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因为呢，还要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哦。什么先生？谢谢，辛苦嘞。哎呀，还有是我们恭喜各位参赛者继续加油。辛苦了，继续来了啊，继续来。什么小飘老师还有我最欣赏，谢谢老师辛苦了，谢谢。还有你今天播梦轻松哦，3批欣赏，对，什么嘞哈？工作同仁们也辛苦，现场的工作人员辛苦了，什么大家？梦见老年暴力，老年更好来，等你拜拜。